3號強風信號生效。熱帶風暴蝴蝶集結喺香港以西大約290公里，預料向東北移動，時速大約34公里，橫過廣東同廣西交界一帶。天文台話，3號強風信號會最少維持到今日中午，除非蝴蝶喺廣東內陸維持比較高嘅強度，並採取較為接近珠江口嘅路徑。如果唔係，改發8號信號嘅機會甚低。今個風季首次發出3號強風信號，入夜之後，中環碼頭大致風平浪靜，市民遊客可以享受夜繽紛。天文台話，同蝴蝶相關嘅強風區正係逐漸影響珠江口一帶，夜晚黑多處吹強風，西部高地間中吹烈風。蝴蝶外圍雨帶為廣東沿岸帶嚟狂風驟雨。蝴蝶星期日喺香港嘅西北大約300公里左右掠過。3號強風信號至少維持去到星期日嘅中午。咁除非蝴蝶咧喺廣東內陸咧維持比較高嘅強度咧，並且採取較為接近珠江口嘅路徑，否則咧改發咧8號信號呢個機會咧就甚低嘅。隨住蝴蝶咧逐漸咁樣遠離同埋減弱咧，香港咧星期日下晝呢個風力咧就會逐步咁樣緩和㗎啦。天文台預料受活躍西南氣流影響，嚟緊星期一同埋星期2天氣仍然唔穩定，雨勢有時頗大。至中後期驟雨先至會減少，天色好轉。無線電視記者黎再珊報導。